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5集。經過神仙開會，明天開始共同研發新的神素藥。藥了是有保持身體美觀的。我們現在仙神界正在集資研發神仙藥，希望全宇宙神仙共同開發的力量，可以研究出一款神素藥，吃完保持身體美觀美麗的藥。但都希望所有神仙每日要吃神素藥，穩定神素，創造神界皇族。開會商量過，將每3個月免費幫所有大神和小神換身體，包括你們。神仙的分身的可以每3個月免費更換，但更換身體記得每日一定要吃神素藥，穩定神素。如果不吃神素藥，身體神素會壞機和死分身的。另外，每3個月免費更換身體需要大神和小神。大家集資的按股份流量、圈回本和換身收益雙向回報。以上只有第4維度或以上可以免費每3個月更換身體一次，有神界皇族指定醫院授權處理更換身體，免費費用全包。